日咧有關七色花嘅更加多嘅 Q&A 環節話題咧，記得加入我哋嘅平台，留意我哋嘅產品同埋留意我哋嘅影片啦。第二條問題咧，啲客人就會問啦，咁到底鮮花瓣同乾花瓣喺功效上面有冇大嘅區別㗎？咁我自己咧其實兩個版本都用過，其實我自己就覺得咧功效上冇太大嘅區別。其實我哋唔係真係去食嗰啲鮮花落肚，所以啲鮮花佢無論係 dry 咗或者係佢新鮮嘅都好啦。佢最後當佢煲咗水啦，嗰種能量咧其實都係一樣嘅。咁只不過你個人喜好啦，譬如有啲客人佢真係中意嗰種新鮮嗰種質感同埋嗰種香味。咁而有啲客人為咗方便咧，佢就會用乾花。咁我自己咧其實兩套都用過，我自己就覺得咧新鮮花材咧。嗰個煲出嚟咧係清新啲，係香啲，亦都係會令你心情再好啲嘅。咁但係如果你話啊，我冇時間啊，用乾花沖咧，其實一樣嘅啫，都有嗰種香味。因為而家乾製鮮花咧個技術係好好，佢可以保留咗花材入邊嘅精髓嘅精華啦，亦都你見到個所有嘅顏色咧都係天然嘅，冇加染色，亦都冇加人造添加劑喺入邊，所以咧。佢一定會保留精華，就等於咧你食物一樣，急凍嘅食物同新鮮嘅肉類其實個營養價值咧都係一樣，咁只係個方便性啦，同埋你自己個人嘅喜好咯。多謝你哋嚟到 Far Lovers 嘅頻道，如果喜歡我哋個頻道，記得 Like、Share、Subscribe， 記得分享俾朋友。希望我哋視頻嘅觀眾越嚟越多，我哋亦都可以分享更加多嘅話題，亦都多謝你哋收看今次嘅影片。希望大家都可以開心安心使用我哋嘅產品，有任何嘅問題可以喺度留言話俾我聽。